4每人會有啲飛機能位置 Q 4.1倍，同之前差唔多嘅啫，冇乜大變化。下隻孖寶輪老庫存孖寶啊，今場11號嘅廣林福將，搭下一場6號嘅紫荊站港19倍。二重彩11號行頭1號第2啲飯最熱啦19倍。其次下一賽啦，至於電馬 C 國咁複雜嘅，暫時落庫存唔係喎，應該係首集成係32分，咁啊再就跟住容天鵬啦24分啦，蘇貴22分，姚本輝對顯威10分，再嚟爭不可以。好啦，嚟到啱馬跑呢個千位。8長勝禁區啊，暫時進度一般啲，睇下圍尾豬啦，縮翻1600又點樣？上一次就失望啲啦。最麻煩就係咁，3班好啲嘅。3班都有啲成績輝煌，咁都係慢步速啊。啱啱嚟嗰次點解放到咧？最後400 22.18就怪唔之得啦，全部馬都追緊十個競速嚟㗎，根本啊！乜都係你講。直路嗰隻贏。我都話住喂開緊咩拉屎？我都話過咗終點之後，跟住個人睇住佢撲上嚟，係去到風火台把嘅就係要價錢。考完中係啊，佢係21.98嘅，98都好勁嘅，隻馬又唔係話有啲咩問題，只不過係而家已經敗咗啲組段就落去太後，即係今日個大恩係揾得到嘅，諗住啲一翻佢啊，大家呢點就問，即係啲正宗千二啊，快馬拉快啲咁抵。個人落腳慢咗，而且就睇係啦，因為幫唔幫得到咧今日。咁你唔似黃跑1600都係犀利嘅，不過都葉尚貴贏嗰場隻花道個形勢好就晒咁先贏得到嘅，咁有個一放睇發揮啦，呢隻馬有少少開唔到嘅，可能反而係外國粗魯啲，睇下點走位啦，呢一隻都係交俾騎師，但係你話個檔位多唔多咧？呢馬後邊嗰隻就好可憐喎，為幾條票㗎啦，有頸都啱，就堅持嘅啦。咁啊佢跳啦，唔知打低咗啦，但係揾防嘅1600就未甩過嘅，好惡嘅，咁啊上到3班跑1800就麻麻地，輸翻6600，係個路程手盤，但係對手又唔同晒入啲。咁啊搞到11號廣林福將又唔係喎，呢個馬今日出嚟行圈咧，依然保持得好遠嘅喎，要關咗㗎啦，個頭合唔安樂嘅，咁啊又係有大隻車咁喺度夾住個頭啊，睇下今次可唔可以繼續揾11號？都仲有啲進步嘅馬嚟嘅，最尾成績就好嘅賽績嚟講，呢啲我諗直路就算唔揸膽都要拖。下張政府唔該。都係得咗幾多啦，咁佢見佢咧有突破啊，咁同你行身材真係幾唔錯喎，真係。今日呢個都暫時都要都未起得快咁樣。3個99為超打佢，正喺尾後追上嚟3分大安，咁兩場都有進步成。14號就牽運到啊，呢馬就千冇啲睇嘅，今日咧就出嚟行，又冇急啦，已經見收起身。啲馬都需要啲時間等下先。呢場賽事咧就結果啊，有啲狀態方面嘅機會啊，咁白比例已經走得定咗啲㗎啦，其他嘅馬咧就為注意啦，今次好火熱，睇完後就特別美麗啦，自己講嘅係好有力嘅馬啦嚇，即係。距離第9場賽事開跑時間仲有4分鐘多啲嘅，分鐘2秒啦。有啲金白3號金白力，我俾3號嘅金白力先嚟。我最中意5嘅都係揀11啦，廣林福將。我都諗住揀2，但係都2分1啦，睇啲資料。咁啊，韋恩就搏擊嘅，打到11，我都一般般。哇，又選擇又唔算好多喎。我希望似一定似乎走個位靚啲啦，數數話，即係我自己就翻78嘅啫。咁呢個嘅魅力之餘，3號金百利7號入福將1374分，第9場賽事8分1秒。搭前速遞，爭啲啦，同埋有時所謂。
即係大家失望啲就可能加咗錢。場咧就會好。即係大眾勝利，係啊，真係太啦，逍遙區都推啦。阿夏比尼又係未好裝噶嘛，而家係咯，全部單數係垃圾。有威單啲係，好似今季沉到落海底都難關咁樣。對逆啦嗰隻大眾勝利，係啊，真係太啦，逍遙區都推啦。係啊，逍遙唔得。哦，燒佢可以啦。咁啊第二春啊，直情即係跑得好少少啦，都未見到。上季有一隻天龍，哦係啊，1004嗰隻，贏咗2場，有一路之後我真係好似健康係有啲問題。跑到有區我冇力喎。好啦，紅燈啦，越入閘，跑到嚟有區學到嘅，執翻區翻都有學咧，區學翻跑都冇晒。好啦，紅燈亮起啦，跑翻到最入閘。我哋有啲白跑都殘晒，起唔翻嘅。港林福將美麗宇宙都搞掂，勁追擊，智慧真係呢個武器，跟住就係一啲長勝禁區。咁啊，長勝禁區搞掂應該入隻3隻啦，特別美美千位嘅唯美主義。我哋每日今日嘅第9場賽事38000位，咁少少。好啦，東將2散啦，準備連打啦，咪交回快少少啦。特別美麗都唔係㗎，呢個自己最方便行喺前面啦。咁啊，再後少少嘅有啲魅力之王啦，落嚟跟住上風泰啦，跟住有呢個天王救二轉啊。尾4位置係隱形鐵王，尾3風象主動放頭啊，咁啊，放到話位先領先啦。但走咗4倍放頭添啊，走喺第3個長勝禁區啦，而第4位就金柏嶺。仲有就咪自己有天王寶寶，咁啊跟住係啊，咁啊仲有少少9圍圈啦。而知啊，呢個就隱形鐵王，尾2就係呢個唯美主義包尾就呢個獨頂技嘅頭髮佢哋表啦。開始轉緊呢個希望嘅時候啦，咁呢個時候啦，美麗宇宙放出嚟成3個馬位，第2段都好快解而啊！後尾就真係講緊幅象嘅，第3位就長勝禁區啦，出外檔㗎啦。我再後試個自己話事有事嘅入車就將正路啦，前面美麗宇宙現領先啦，突率先上嚟挑戰港林福象啊，中檔長勝禁區出面上緊有金啊，前面港林福象仲領先，但係呢個未接哇，有上嚟啦，然後